主席，我嘅發言呢係支持馬逢國議員提出嘅議案嘅，同埋另外兩位議員提出嘅修正案。要講文化政策呢，不妨呢先講香港嘅文化環境嘅。就正如2003年發表嘅文化委員會嘅政策建議報告裏面講到呢，香港嘅傳統文化係深受嶺南文化嘅影響，同時亦都廣泛吸納西方文化嘅元素呢，兩者交融之下呢，係塑造出一個獨一無二嘅本地文化面貌嘅。雖然喺03年呢政策報告提及呢文化產業嘅發展方向呢，都係以市場規律去運作嘅。但係睇翻過去嗰20多年呢，其實呢，可以大家都見到呢，無論喺硬件，不論係西九文化區嘅落成啦，或者係政策嘅支援，如改組創建香港成為文創產業發展處，又或者成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吸引 Art Basel 啊呢啲嘅國際大型文藝活動落戶香港等等呢，呢啲嘅情況呢，角色呢，政府呢係一個不可或缺嘅角色嘅。我亦都樂見呢，今屆政府呢成立咗文體旅局，視呢個3個範疇呢為政策推動方向之一。舊年呢，局方亦都公布咗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我自己亦都有參與喺制定嘅工作嘅。喺睇翻過去多年嘅發展嘅經驗呢，藍圖為香港未來嘅文化政策發展咗4大嘅方向。所以其實我哋文化政策係一路有不停咁作改變同埋進步嘅。不過隨住個時間嘅改變亦都要思考一下未來一段時間我哋嘅行動綱領係點樣呢？咁樣。咁所以感謝馬逢國議員今日提出呢個相關嘅討論，令到大家可以集思廣益。我自己以下有幾個地方可以分享一下嘅。第一係關於場地，我哋成日都聽到文藝界反映呢個場地不足嘅問題。其實其他界別都有，好似體育界都一樣嘅。歸根究底就香港係地少人多，可以發展嘅土地資源亦都有限嘅。政府喺北部都會區提及會預留用地係發展博物館群同埋體育設施，我係期待嘅。但喺短期裏邊有冇空間係優化現有嘅設施配套供應呢？好似建議報告提及善用更加多嘅公共空間嘅資源舉辦文藝活動。其實我哋都係好認同嘅，亦都感謝政府接納咗我哋嘅意見啦，放寬咗使用私人發展及公眾休憩空間嘅限制，精簡咗審批嘅程序，讓到好似海濱啊呢啲咁嘅戶外公共空間可以舉辦更加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同埋展覽。未來我都希望政府當局審視一下康文署轄下嘅場地，例如九龍公園啦，我哋啱啱都審批咗嗰個中華文化館，係咪可以更加多啲配套同支援，讓到中小企藝術團體或者藝術家可以喺院裏邊、公園裏邊係進行更加多嘅展覽同埋文藝活動呢？近年坊間亦都建議將部分嘅工廈改建為黑盒劇場或者排練場地嘅，放寬咗唔同嘅場地限制。呢啲意見都吸納咗藍圖中嘅研究嘅。進度究竟係點樣呢？近日局長亦都話會完成檢討表演場地嘅預訂政策同埋機制。我亦都希望適時向立法會去簡介，好似紅館嘅未來定向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方便討論。第二就係西九文化區啦。西九文化區作為香港文化藝術嘅重要基礎建設唔單止係提供演藝場地同埋展覽空間嘅，亦都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嘅重要孵化平台，協助係建構可以持續發展嘅文創生態圈。最近西九團隊就到咗上海推廣展演劇目大狀王，我知道局長都有去到嘅，亦將喺8月喺北京會做出另一個演出。呢啲都係好嘅走出去嘅例子嘅，展現到我哋香港嘅文化實力。我希望西九喺未來喺策劃同埋支持更多代表香港嘅品牌嘅展覽同埋劇目，更好咁樣係塑造西九呢個代表香港嘅品牌。除咗大型展出之外博物館同埋文創產品都同樣重要嘅。舉例喺北京故宮啊、敦煌嘅博物館啊，好多文創產品都係大受歡迎嘅，即係好多都係排隊去買嘅。咁其實呢啲其實我哋自己西九都 M+ 佢都做得唔錯嘅，但係做其他空間仲有好多地方係可以做多啲聯乘啊，同本地藝術家合作設計等等嘅。第三就係關於推動文旅融合，帶動消費啦。文化同旅遊結合已經係成為全球嘅趨勢。過去喺立法會唔同嘅渠道都有討論過㗎啦，所以我都希望政府更加積極係研究點樣可以推動我哋文化盛事流行，不論係最近推動嘅流行文化節啦、中華文化節啦、非遺月等等呢啲文化品牌活動，吸引海內外嘅遊客延長佢哋逗留香港嘅時間，提升消費意欲嘅。最近政府喺旅遊熱點工作組亦都提出咗活化油麻地警署，呢啲都係一啲好嘅文旅融合嘅例子嚟嘅。建議當局推行過程裏邊係策劃區內唔同嘅旅遊嘅路線啦，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樣串聯埋可能果欄啊、廟街啊等等一啲歷史文化嘅特色嘅地點，帶動地區小商戶生意，實踐文旅融合係促進係社區經濟嘅。主席，香港係肩負住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呢個角色定位嘅，而推行文化政策係需要有願景、需要資源同埋執行藍圖。我希望政府積極有為，考慮制定未來5年嘅文化行動綱領，讓到我哋文化政策更具連貫性同埋前瞻性。本人謹此陳辭。